不过比赛就是这样嘛，这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我就觉得有点算是又算是管理了一次了。对，人家给对了啊。昨天那样，今天那样。那个补充换血很关键。没，因为那个真的还蛮接近的，老实讲。比方说像，凯威那个，如果挑战成功的话，那我就想看2次就挑战成功嘛，那这个它就会是一个问题。大概了解我意思吧，对不对？杨定强意思就是说，如果2次都成，其实凯威那个其实我们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所以我也说这个裁判势必要，因为前面2次其实都还蛮接近的，那我们队只可以用2次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裁判的一个权利，而且这种重点是说，如果他是死就是死嘛，safe 就是 safe 嘛，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嘛，对。若曦，因为若曦今天就是投得很完美，老实讲是很完美的。那当然我们因为5局结束之后是想说他真的球数还蛮少的，我们想试着说让他投第6局，知道让我们投到第6局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想让他去了解一下。其实也有考虑过可能投1、2个就会换下来啊，但是他还是投得很好这样。跟前一场他有做一些什么修正吗？因为前一场有。其实它主要是赛前的修正啊，就是比方说他过去都是比赛前1天，牛棚，那我们是有试着跟他讲说，其实应该可以比赛的前2天呐，那他这次确实是有试着做调整，那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身体的状况看起来还蛮不错的。有什么差别？我自己认为说，你比赛前1天投的话，其实你还是会把疲劳带到隔天嘛。那对他来讲，他就是说，我比赛前1天我会比较有感觉，但是我认为说长期来讲，他还是要试着正常的去做调整，就是比赛的前2天去做牛跑这样。我练习昨天跟我的同学不是练的，差不多30分钟。对。30分钟 ，OK。那大使对于自己的表现，今天开球的表现还满意吗 ？No， 因为 I wanted to go straight， 因为 it dropped like that。OK， 刚刚大使是说到他对他的表现呢，其实还可以再更好一些些。他希望他可以完全的直球直接可以到，但是稍微那个曲线多了一些些，有点可惜哦。OK， 可是我很高兴 it didn't go this way。所以他非常高兴，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哦。那 OK， 那蔡副市长，那对于今天您打击手的角色，您对您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一开始我就跟大使说这个我不能把你打到球，结果他跟我讲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是的，你打不到，因为我丢不到你的地方。”特别要谢谢因为大使也是我们使节团的团长，所以已经在台北已经13年了13年了，所以他对我们这块土地非常的热爱那我特别来讲，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邀请这个使节团来其实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周大使还有Eden 他们做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构想，因为台北市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运动城市，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热爱这个棒球运动，尤其是外籍人士，他们对这个棒球运动是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让大家能够一起进来。那往后我们天母球场我们就很欢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市民外籍的人士都能够来这边看球那这个魏贤总也是我们等于是天母球场进驻的职棒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让这个球团还有球队在这里呢发展得更好。对。那我们倒数3、2、1投出喽！3、2、1，请投出！
Taipei City government for inviting me to throw out the first pitch. I hope that 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and that my colleagues would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y. And to say thank you to Weichuan Dragons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and opening up your home to us here in Tianmu.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m very humbled for the opportunity. Thank you. 我要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投这个第一颗球。那我也希望我真的很开心，然后也希望以后我的同事们、其他的在台使节也会有这个机会，因为真的是非常让我很荣幸。那也谢谢魏全龙今天让我们来到你们的家，然后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所以非常谢谢。Similar, so coming to a baseball game is a joy for me, so because it reminds me of home and the game of cricket.